来看明仔载13点胖特别公投，部分地区哦，佮计共有7个立委的罢免案。中选会是公布讲，即届投票人数计共有2000多万人，其中有75万人是头一届投票。民众都爱记起早身份证、囡仔佮有投票的通知单。中选会嘛提醒讲，若公开点票，相当是会当罚20万。13元的公投7个立委罢免案伫8月23举行，中选会公布，即届投票人数拢总有2000多万人，其中头一届投票的族群有75万人，全国拢总设置17832个投开票所。另外，针对网络的风声讲无选票通知单是无法度投票的，中选会嘛紧背会，若满18岁提身份证都会当投票。如果没有收到投票通知单，符合投票权人资格者，仍然是可以来进行投票的。中选会嘛提醒，投票日会记得爱查身份证、囡仔投票通知单到指定的投票所，千万袂使甲公投票、罢免票砸出去，若无会互人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15000块以下的罚金。另外，若是踢破公投票，相当会互人罚5万；若违规填票互人看，相当罚20万。那如果把罢免票或公投票吸出投票所，那这是有刑事责任。中华电信在这边所负责的是一个计票汇整的一个过程，那这些计票汇整的程式都是经过严谨的一个稽核过，好，这个确保这个系统资讯系统是没问题的。公投倒算阶段，台电董事长詹文生伫广播专访讲，13是毋是停开，需要经过安全程序确保安全，透过安检甲风险吹出来，进行设备的补强甲换新顶。早上黑暗的灰心渣，我会期待这个社会，就是明天公投投完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让台电的安检能够继续往前走。我们的同仁现在评估是这样哈，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，2年以内可以做完，如果快一点，看能不能够1年半把它做出来，就台电的部分。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批评供电、风电成本增加，嘛亲像世纪骗局。詹文生是讲，无能源是完美的，使用能源是综合的概念，呼吁社会加讨论，考虑各种能源适地性安排组合，安尼效果会比即马较悬。记者采访报道。